您先来收拾一下，等一下上课要入册的书费，大家要记得填单的吗？通知单、通知单、通知单、身份证、身份证、身份证、印章、认主、认主、确定、课程、课程，要记得要记得要记得。很好，爱头量挂好。请问现有需通知单、身份证含认住吗？有。请点一下。抓是迄个挂号皮，请先考证一下。摸头落力。也有要改图片的吗？冇，爱量挂好填。迄个身份证含认住要记得摕哦。落力。两个跳下一张片，用做谱来学习家规插入的代数。请问你有带通知单、身份证和印章吗？请问现有需通知单、身份证和认住吗？请问现有需通知单、身份证和认住吗？请问你有带？请问现有需？请问现有需通知单、通知单、通知单、身份证、身份证、身份证、印章、认主、认主。我们把这句再念一次。请问你有带通知单、身份证和印章吗？请问现有需通知单、身份证和认主吗？请问现有需通知单、身份证和认主吗？这是您的挂号信，请您确定一下。抓是迄个挂号皮，请先考证一下。抓是迄个挂号皮，请先考证一下。这是抓是您的挂号信，迄个挂号皮，迄个挂号皮，请您请先确定一下，考证一下，考证一下。我们把这句再念一次。这是您的挂号信，请您确定一下。抓是迄个挂号皮，请先考证一下。抓是迄个挂号皮，请先考证一下。还有什么要办的吗？也有要改图片的吗？也有要改图片的吗？还有什么？也有要改，也有要改，要办的吗？图片的吗？图片的吗？好，我们把这句再念一次哦。还有什么要办的吗？也有要改图片的吗？也有要改图片的吗？要记得拿哦，要记得摕哦，要记得摕哦，要记得，要记得，要记得拿哦，摕哦，摕哦。把这句念一次哦，要记得拿哦，要记得摕哦，要记得摕哦。好，你们所有的贵姓拢到枪啊！大家正开的时，要多听多讲哦，因才会进步，加油哦！